孟子曰：仁，人心也；義，人路也。捨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！人有雞犬放，則知求之；有放心而不知求。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孟子話：仁就係人嘅本心，義就係人實踐道德嘅正路。如果放棄正路唔行，唔見咗自己嘅本心，而唔知道要去揾返，真係可悲呀！人如果走失咗隻雞或者隻狗，都識得去揾。自己嘅本心走失咗，唔見咗，就唔知道要去揾返嚟。其實學問之道無他嘅，只係去揾返自己走失咗嘅本心啫。孟子曰：今有無名之子，屈而不伸，非疾痛害士也。如有能伸之者，則不遠秦楚之路，為子之不若人也。子不若人，則知惡之；心不若人，則不知惡。此之謂不知類也。孟子話：依家有個人，佢嘅無名指屈曲伸唔直，雖然唔痛又唔影響做嘢，但如果有人可以令佢伸得翻直，咁就算係要去到秦國、楚國去醫，佢都唔會覺得遠，因為覺得自己嘅無名指唔及別人。無名指唔及人就嫌棄，覺得厭惡；而個心唔及別人就唔會嫌棄，覺得厭惡。呢個就叫做不知輕重啦。公都子問曰：君是人也，或為大人，或為小人，何也？孟子曰：從其大體為大人，從其小體為小人。曰：君是人也，或從其大體，或從其小體，何也？公都子問：都同樣係人，有啲就係大人，有啲就係小人，點解呢？孟子答話：滿足身體最重要部分嘅需要，即係以自己嘅心靈作主導嘅，就係大人；滿足身體次要部分嘅需要，即係以感官作主導嘅，就係小人。公都子話：都同樣係人，有啲就以心靈為主導，有啲就以感官為主導，點解呢？若耳目之觀不思，而蔽於物，物交物，則引之而已矣。心之觀則思，思則得之，不思則不得也。此天之所與我者，先立乎其大者，則其小者不能奪也。此為大人而已矣。孟子又答話：耳朵、眼睛嘅官能唔會思考，因此會被外物所蒙蔽。當呢啲唔會思考，
只能夠稱為物嘅器官，一同外物接觸，就會俾外物牽引而迷失。至於心嘅官能，就係在於思考，肯去思考，就能夠把握住自己嘅本心，唔去思考就把握唔到。心呢個官能係上天所賦予俾我哋嘅。假如我哋能夠先確立佢嘅主導地位，咁嗰啲次要官能就唔能夠左右佢，爭佢嘅位置。咁嘅時候，你就係一個大人啦。孟子曰：有天爵者，有人爵者，仁義忠信，樂善不倦，此天爵也。公卿大夫，此人爵也。古之人修其天爵，而人爵從之；今之人修其天爵，而邀人爵。既得人爵，而棄其天爵，則惑之甚者也，終亦必亡而已矣。孟子話，有所謂天爵同人爵兩種尊貴嘅地位，能夠體現仁義忠信嘅德行，樂於行善而永不言倦嘅人，自然就有天爵呢個尊貴地位。而社會上嘅公卿大夫就有天子所封嘅人爵地位。古代嘅人修養好天爵，人爵就自然跟住嚟。依家嘅人修養天爵嚟追求人爵，到佢得到人爵就放棄自己嘅天爵，真係糊塗之極。最終佢亦都會連人爵嘅地位都會冇埋啊！孟子曰：人之性不仁也，由水勝火。今之為人者，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。不息，則謂之水不勝火，此有寓於不仁之甚者也，亦終必亡而已矣。孟子話：人嘅勝過不仁，就好似水可以滅火一樣。依家踐行仁德嘅人，就好似用一杯水嚟救一車木柴嘅火，見到火救唔熄，就話水滅唔到火。佢哋呢種講法，正正助長咗不仁嘅人去繼續做不仁嘅事，而結果連僅餘少少嘅仁德都冇埋。孟子曰：五穀者，種之美者也。久為不熟，不如提敗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。孟子話：五穀係農作物中嘅精品，如果未成熟，就反而唔及提米同稗子呢啲次等嘅農作物，而仁德亦都係在於令佢成熟啫。孟子曰：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
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孟子話，所以上天要某個人擔負重任，就一定先要磨練佢嘅意志，令佢內心痛苦，又要令佢筋骨勞累，令佢身體經歷飢餓，令佢窮到一貧如洗，仲有令到佢做事總係受到干擾，總係唔如意，咁樣就可以撼動佢嘅內心，堅韌佢嘅性情，增加佢嘅能力。人行過，然後能改，困於心，行於慮，而後作，精於色，發於聲，而後喻。入則無法家拔士，出則無敵國外患者，國行亡，然後之生於憂患，而死於安樂也。一個人時時犯錯，先能夠改正，內心困苦，思慮阻塞，先能夠奮起而有所作為。自己嘅言行過失喺人哋嘅臉色上，人哋嘅說話之中，先至會了解清楚。一個國家如果國內冇堅持法度嘅大臣同輔助君主嘅賢士，國外冇同佢抗衡嘅鄰國同外患，呢個國家就容易滅亡。由此可知，憂患可以令人奮發生存，安於日落就足以令人死亡啊！孟子曰：教亦多術矣，予不竊之教誨也者，是亦教誨之而已矣。孟子話，教導人亦都有好多方式，我不是去教導一個人，對佢嚟講，亦都係教導咗佢啦。孟子曰：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知其性，則知天矣。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是天也。妖獸不移，修身以自之，所以立命也。孟子話，能夠充分咁開展擴張善良嘅本心，就識得乜嘢係人嘅本性。知道人嘅本性，就能夠了解天道，保持住人嘅本心，修養好人嘅本性，就係咁樣去侍奉上天。短命又好，長壽又好，都一心一意，唔會改變，堅持修養身心，等待上天嘅安排，就係咁樣安身立命啦。孟子曰：莫非命也，順受其正。是故知命者，不立乎岩牆之下，盡其道而死者，正命也；蟄谷死者，非正命也。孟子話，全部都係天命嘅安排，順應天命嘅人，佢所接受嘅就係正命。因此，識得正命嘅人係唔會企喺危牆之下嘅。順天命而壽終嘅人，有嘅係正命。
身陷牢獄而死嘅，就唔係正命啦。孟子曰：求則得之，捨則失之，是求有益於得也。求在我者也。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，是求無益於得也。求在外者也。孟子話：尋求就會得到，捨棄就會失去。呢種尋求係有益於獲得，因為所要尋求嘅係我本身所具有嘅。當尋求要有一定嘅方式，而得唔得到就要聽從命運嘅安排。呢種尋求就無益於獲得啦，因為所要尋求嘅係外在於我嘅事物。孟子曰：萬物皆備於我矣，反身而成，樂莫大焉。強樹而行，求人莫近焉。孟子話：一切都已經喺我身上齊備晒啦，能夠反省自身而做到真心誠意，就冇嘢快樂得過咁。能夠努力實踐推己及人嘅恕道，就冇其他途徑比咁樣更接近仁德啦。孟子曰：行之而不著言，習矣而不察言，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，眾也。孟子話：跟住去做而唔明白其中嘅道理，習慣咗而唔察覺內裏嘅究竟，一生都係循住呢條路嚟行，但又唔知道呢條係一條點樣嘅路。呢個就係一般人所做嘅事啊。孟子曰：人不可以無恥，無恥之恥，無恥矣。孟子話：人唔可以冇羞恥心，唔知羞恥嘅嗰種羞恥，真係羞恥之極啊！孟子曰：恥之於人大矣，為機變之巧者，無所用恥焉。不恥不若人，何若人有？孟子話：羞恥對於人關係重大，嗰啲精於運用機心算計嘅人，羞恥對佢哋係毫無用處嘅。如果比唔上人而唔覺得羞恥，又點可能追上去同人一樣呢？